其實我幅畫咧入邊，其實有個人，有間屋，同埋有啲山。其實我係希望即係總之係陰天過後、雨天過後，都係有彩虹、有太陽。因為我有個朋友，佢本身真係喺呢件事入邊咧，佢嫲嫲走咗，咁但係咧佢就揾唔到佢媽咪，3日後都揾唔到。我係第一次聽到有人入院咧，我咁開心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嫲嫲就揾到條屍，但係揾唔到佢媽咪，咁啊諗住都係3日後冇機會。但係佢突然之間就接到消息話佢媽咪入咗瑪嘉烈，嗰個感觸好大，因為當時咧幾乎就係眼泛淚光㗎啦，因為從未試過聽過話聽到有人入院你咁開心，而係你覺得嗰個生命有得救，而咁啱佢嫲嫲走咧，就我之前我星期同佢傾偈，問佢點解近排翻少咗，佢就話嫲嫲90幾歲啦，想陪多啲去飲茶咁樣樣。要每個人都有啲事件要經歷啊，要學習。但係當牽涉生命冇咗咧，你好難同人講學習咯。但係更加明白，如果你即係咁無常咧，信仰其實對我哋都重要㗎。即係身邊都好多有哀傷嘅人啦，識嘅或者唔識，咁所以我幅畫裏邊咧都寫咗係有啲淚水嘅，咁但係咧都係亦都有啲淚中有啲笑容，因為一把年紀咧，我就回顧啦，我諗翻記得咧，無論係風雨或者係開心嘅時間，我每次都經歷到有神呢個十字架，就係主耶穌嘅同在同埋佢嘅愛啦。好多嘅困難當中，有時解釋唔到，但我相信神嘅愛喺當中，同埋有一個永恆盼望嘅時候咧，我就有力繼續喺少少眼淚當中咧可以面對咯。主就讓我的心安穩，來承受不可扭轉難事，又賜勇氣扭轉可變改的事，兩者的區分靠睿智。我會希望除咗我之外，我身邊嘅人，我認識嘅，我唔認識嘅，都可以有一個平靜安穩嘅生活，平靜嘅心，可以處理到自己嘅事情，可以的話以自己有限嘅能力去幫到身邊嘅人。就讓我的心安穩，來承受不可扭轉難事，又賜勇氣扭轉可變改的事，兩者的區分